不用示范了，这边已经在削了，你看。对，很拿手的。这样就好了，好啊，哎呦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老板，他削的算正确吗？可以，对这样就可以了。对。他们削好快哦。哎，好快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对啊，好厉害，这是专业的哎。哇，吕老板他们都专业的呢，很强呢。对啊，感觉是示范给我们看。好厉害，我看好强哦。真的是示范给我们。对啊，很强，全部做农的。我怎么就我马上带他们来工作的？看削到累没关系，削到死回不要这样。你削个懂产期哦，啊，懂我呢。反正年轻人不会削的。他们还会选，年轻人要再削干净一点。来，大姐，我们拍照。拍照，来看这边。宽条剪，宽条剪，要翕相了哈。哎，他们都很认真的削，叫他看镜头，他也认真削。周天梦，不是，他说早知道他就带2只来。真的很想弄完。对啊，你们削好快哦。过来吗？我们饭啊都有。哦。这样子前面绕一圈之后，这样子就很好刨了。哦，哎，真的。好，所以第一轮。对，你看就顺着就很好刨。哦，真的。我学到这个，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，因为我在家里我有一棵柿子树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就是做这些动作了，所以我现在有学到了。哎，真的好，这样子好顺哦。哎，对。妈妈，一送高啊，一送高啊，一送高。听起来像李雄高。李送高。很好教啦。来，好的，可以丢进来哦。哇，他们手脚很快哎。这边这一摊很快好厉害哦，一篮了哎。对啊，他们真的要拼一篮哎。不用削了，我们要去下一步了，不要削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这一摊的胜负心有点重啊。收点了，收点了。哎，各位乡亲，按这些哈，也下一步啊，体验下一步哈。好了，不要再削了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。情不自禁了。下一步，好，大家休息哦。情不休息了，时间到，可以了。我们是观光团，可以了。我们不是劳改团，好不好？来，麻烦来这里哦。好，我们